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母亲节亲子天下杂志针对全台湾6000多个妈妈幸福感来做调查，结果如何呢？做伙来看。电动起边头板条摕来落壁，这个囡仔笑甲有够欢喜。熟悉扭长水道头，和这个灶卡连续2天拢淹水，就有超过8万人二赞。面试专业得奖妈妈无崩溃，记录大人甲囡仔互动影片传上网络1礼拜尔，就将近7万人次人看过，真侪妈妈有同感。陪伴囡仔时间真珍贵，职业妇女伫囡仔生活时大工作中，安尼伫无用，毋若付出精神甲体力，更加毋甘囡仔。我上班前就必须把小孩子送到学校去，然后下班后才有办法去接他。其实他待在学校的时间，其实是比我待在公司的时间还长的。亲子天下针对全台湾6000多位妈妈做妈妈幸福感的网络调查，发现讲，不管是职业妇女、兼差，还是全职的妈妈，差不多有50%拢认为讲，伫工作中的成就感比做妈妈搁较大。想要上班嘛，无想要错过陪伴囡仔，7成以上的全职妈妈对家己的选择心甘情愿，而且有超过50%感觉满足。若请育婴假的妈妈嘛有9成满足，有6000多个人希望讲育婴假会使请较久咧。兼职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拓展你的人际关系啊，然后会认识更多的人啊，就不会像说关在家里，然后好像跟世界隔绝这样。虽然矛盾拖磨，不过爱家庭爱囡仔的心，天下的妈妈拢是同款。